伪丁丁感觉就有一种，哎呀，狐狸精那种感觉。你那个是另外一个答案，狐狸精跟骄傲是两件不一样的事，好不好？好，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汉语板上手。今天就要来学 ABB 的客家字哦。遊戲規則，搭天節目中文本大家可以同客家詞本裏邊通可能幾個用法律意思，而從而天就第一款到底馬沙集嘅基本一個漢語愛最熟呢。第一題，上和和，笑呵呵的东西吗？对啊，等一下，这个哎呀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可能？哇，面包在小当家里面有那个黄金开口笑的包子，有没有可能它是那个联想？它有一点偏负面。真的假的？上次螺丝负面，越来越难了啦！我确定了，我要锁定我答案了。啊，因为他拿出了面包，然后就有可能会让我变胖。然后你说有一点负面，但不是指胖是负面，是指对身体比较有负担。好，我要公布答案了，就是贪吃的意思。爱吃贪吃。对，所以这个上和和的意思就是形容贪吃。上嘎嘎。上嘎嘎。第二题，肉粽粽，很简单吧？对，就是肉粽。那我们要写肉粽粽吗？还是肉粽？还是我知道没有肉粽2个肉粽，应该就是胖多多吧？哦，但我就是要讲你的油腻。方向正确，我们上提示。那就是胖多多啊！对呀，真的很肉粽呢。好，有没有要改答案的？有啊。恭喜我们的娜娜跟诱人答对了。肉粽粽通常用来形容比较可爱、接近可爱小朋友一点，所以其实 CCY 也一点点半分。到底谁来是节目组？因为都是自己给分。扭粽粽。牛粽粽。第三题，我觉得这题也很简单，也考不到你们。面皮皮，感觉很调皮吗？有跟调皮有关吗？是这样很假。爱面子。我是真的觉得这些是怎样？因为面它有2个皮，代表它没有在真实的情况，所以这种多了很多脸的感觉。我刚刚原本想写调皮，但我不会写调这个字，我就想说那就换写爱面子好了。因为有面这个字，我觉得还是有这个可能。好，提示，我们来看提示。上提示。哇，糖跟奶精一定要有咖啡啊？怎么没有？是什么啊？糖跟奶精这么多，通常是用来形容人，有一个人拥有这么多。我觉得我还是维持爱面子，因为面皮它是八面玲珑，因为它是要照顾所有全场，然后所以这些东西它要照顾大家，它八面玲珑。刚刚想说数量很多啊，他就很爱装，就是一种打肿脸充胖子的。有。公布答案。厚脸皮，我觉得正确的关键字是 CCY 的关键字，但它其实意思是相反，不要面子。对耶，厚颜无耻的感觉。免皮皮。那我们接下来下一题，你们也很喜欢这个字，又是翘翘，老翘翘，他老了还翘，代表他就是晚年得志之类的，就有一种老 Coco 的感觉。有点老顽童的感觉，老人还在那边一直翘翘。这题应该蛮容易的，它有2个意思，2个只要答对1个都可以算。那我们先看提示。你们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？莲藕，不是，它是那个洗澡用的吧？是吧？对啊，它是菜瓜布。可能要回想到生物课，这个植物怎么会变成这样子？生物课只记得 XY 跟 XX 就是生什么小孩子，那个还比较难，好不好？很干，不管是皮肤干还是，我还是觉得很老蜕变。我们公布解答。对，它可以2种意思，一个是形容纤维老化，丝瓜放到很老，就是你不去摘它，它老了就变纤维很粗，就可以当菜瓜布。然后呢，它也可以形容自己很老，比如说我7老8十，过30岁真的是老翘翘了，这种感觉。对，所以诱人答对了。老翘翘。老翘翘。好，这一题我想可能是最难的了。
伪丁丁，有点不错，信心满满。对，信心满满。这是尾丁跟尾蹬啊，这是跑尾蹬啊，很稳，因为它尾巴盯得很盯很紧，它站很稳。哦哟，我是觉得很骄傲哎，有可能感觉丁尾巴翘很高那里。拽的嘞的感觉。对啊，就很拽啊。这题没有提示，你们有一个人的方向非常正确。你们再推理一下你们刚3个人的情境。你们两个会比较像是啊，就是一个是很稳，一个是很不错的，就是比较自以为很稳。可是因为尾巴不会站着，所以我觉得我的答案不错。它如果要很稳，它叫脚丁丁就好了。有没有人要给答案？尾丁丁感觉就有一种，哎呀，哦狐狸精那种感觉。你那个是另外一个答案，狐狸精跟骄傲是两件不一样的事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要公布答案喽。它其实跟那个骄傲的感觉有一点像，但它是比较像是自己很自豪的感觉。比如说我考试考很高分，我伪丁丁这种感觉。妹当当，妹当当，公布这一集的第1名，有人2连霸，伪丁丁，叮当当的感觉。汉语开就是点熟熟，你上爱讲尾四六六，啊天出爱看汉语版上熟啊，汉语版上熟。嘿，大家好，我係春餐哥，今日啊當貼片，因為唐講啊隔壁嘅芭比叫佢辦 party， 我吼夾夾都準備好了，我咪落去釣鬧熱。好很香，你吼你只腰葱啊當好。係用風沖頭，用cái豬腰去啤嘅，當香皮到好，我是咪雙夾夾啊，見了口水。雙夾夾係乜嘅意思？雙夾夾，你想跟人用雙夾夾係咩？看起來動作當生詞啊，係講人啊，在當西啦，西在當吐血啦，按到雙夾夾啦，雙夾夾。嘿，我今日還有準備了客家粽，看到嗎？好，你客家粽地步呀，做錢係好料啊，當雜卜啊，要落雪，唔過粽得雪太多，係講你雪太多啊，你是咪肉粽粽？嘿，你係講呢邊粽啊啦，cái肉粽粽啊，係講你係酸菜啊，當多肉有個結連雜線嘅意思啦，肉粽粽。cái芭比今日辦 party 啊，佢喊爸到嗌唔啲，我做事夾夾準備好晒了。我今日啊，主要係愛去食幾100個人，喺春島呀，我可以大包轉到屋下雪，面皮皮。cái 面皮皮嘅意思啊，係講你係面皮當盤唔啲見笑啦。咩講嗌我老太芭比眼熟，我食幾啲餐。該有留去停手，留該冇食睇嚟東西，食唔睇嚟東西，留去處理睇，該我按好先明顯，該唔怕正錯啦，該用為面皮皮，該然後該唔會啦，面皮皮。馬莎加講喂，你冇話到該路橋橋度該講句，我聽唔到喎。路橋橋啊，係講緊當攞嘅人啦，呢個路橋橋嗬。哎吼，是老囡仔來講解到菜啊，當初唔好食，冇事講切間路橋橋是好咧。你冇那講拼音係路橋橋，妹當當，cái 妹當當啊，你看到實實啲咧，cái 妹啊，用登起來啊，cái 技師會按樣妹當當咯。cái thiên chọc係當歡喜啊，當快樂嘅時節啊，從喺呢下好，喺呢下是妹當當，因為啊，家下愛去芭比嘅嚟食幾日餐，妹當當。我係夾夾落去參加啲 party 咧嗬，長來了哦。其實呢，真的是不要等到自己露翹翹的時候才悔不當初，現在就要好好的努力。我覺得做人哈，不要太臉皮皮，有時候還是要謙虛一點，然後不要太愛面子啦。這樣聊天的方式是一個造句，有沒有？我覺得我默默被你影響，就是走一種啊。很感嘆人生的路線。有人其實我覺得你小時候應該也是蠻肉中中的。你有中中，你有中中，你是串出醬油東西。